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今仔日呢，咱非常欢喜吼，要来访问一位真久呢无见面的朋友，咱即马就先来欢迎前台南市的副市长，即马呢是咱台南下营和平诊所院长颜顺泽医师。碧纯好，咱所有市民心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副市长颜顺泽，即马是转来我家己的故乡哦。下营开，甲我以前的诊所和平诊所吼，继续搁来经营就对。是。吼，咱讲到咱即个院长啦，吼，之前呢捌做过咱台南县的副县长、台南市的副市长，啊，佮有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而且呢上届无简单的是得到第27届吼医疗奉献奖。吼啊，当初时呢会得到即个奖吼，就是原本呢咱的院长吼是一个内科医师，然后呢吼被人邀请出来奖奖吼，啊来做即个担任即个公职，吼啊，然后呢伊就是运用伊家己吼医疗的吼这种技术啊，吼这种专长，啊，够运用点讲政治的影响力，所以呢，来推动这个毒品减害计划。这真无简单哦，它让我们的这艾滋病的患者减少，而且呢，这个偷窃率也减少。这真的是相当的厉害，相当的伟大，所以得到医疗奉献奖，这真正无简单哦！再次给你肯定一下谢谢。啊，但是吼，咱讲着讲吼，我们的严院长呢，你伫109年的时阵吼，啊，从政治呢退出，又回去到了这个医院呢，开始来看诊哦，服务咱的病人。那你的心情到底如何呢？即摆回想起来吼，4年前决定是正确的。因为4年前民进党小英当选的连任的时阵，要邀请我去中央，我甲伊拒绝，我讲我要倒来做家己的医疗事业，因为做医生吼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代志，会当去解决人的即个问题，人的艰苦，咱甲伊解读吼。何况我家己的即个诊所吼，我病院我离开病院。做台南县的副县长的时候，我的诊所拢做奇美病院，我拢无停啦。所以我等于了内底有现成的设备，佮有护士，佮有药剂师吼。所以我认为讲应该倒来吼回馈地方哦。所以我伫109年，就倒来家己的即个故乡，继续我和平诊所的行业。迄阵拄啊等着疫情啦。对啦，疫情，所以我就疫情足严重所以我从啊拢无广告，从开始咧看。对，还在看咱这个医疗的行业就对。对，赶快来服务咱的民众。其实大家吼，拢感觉讲你做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政治真的好乱哦。对啊，而且你当医疗的这个医院的医生啊，真的可以服务很多的乡亲，很多的病人，对不对？哇，对，真的是很赞。嘛70岁啊，嘛爱家己过家己的生活啦。哇，真的是看不出来有70岁。对，所以当医生自己都保养得很好，照顾得很好啦。对，所以这样哈，那今仔日呢？主要要来访问院长吼，也就是呢，咱知影讲咱台湾就是这个喜盛的人口，其实每一年哦，咱这个费用，但是好像说这个得到要去西药剂人爱健保给付爱600-700亿，差不多700-800亿。700-800亿，哇！即摆全台湾西药剂吼，差不多9万个西药剂。9万个。差不多占咱所有人口数的差不多0.04%嘛，0.4%， 9万几个人口占2300几万，差不多0.4%吼。但是咱拢总一档800几亿个健保有算，差不多700-800亿开立这个所在。对啊。所以差不多8%，就是0.4%的人口占8%的健保的支付。哇。所以差不多一个患者，伊开的钱是咱平常无西药剂的20倍啦。更何况吼，每一档的西药剂患者哪来哪济？对。较早像去年差不多9万个嘛，今年我想可能差不多9万5千个啊。所以这我时段是讲就是讲，这个西药剂也变压倒健保的最后一根稻草。真的会这么多钱，700-800亿一档哦。而且咱即马就是讲人口吼，咱来老化嘛。咱的糖尿病咱来哪济嘛？老化的结果，高血压嘛，咱来哪济？老年人口本来就是有疾病，所以咱有疾病有一个叫糖老压啦。糖就是糖尿病，老是老年人，压是高血压。糖老压吼，弄会得肾脏病。都有得肾脏病。所以随着年纪的增加，随着糖尿病人数的增加，高血压人口增加，西药剂的患者、有疾病患者哪来哪济？
全世界拢共款。即摆咱台湾差不多平均差不多每8个人，都有一个腰子病。哦，8的一个。对，超过12%左右，都有一个是肾脏病。肾脏病上主要是讲目前大家拢认为讲，没有药物，肾功能不可能逆转。对，只能看它一直往下跌，然后看哪一天要洗肾而已。对啊，剩下说洗肾跟不洗肾，或者是换肾啊那种。换肾吼，我认为这唔对咧，所以我伫109年当来做医生的时候，我在想讲，我未来的医疗是要何从何去？我是要行什么路啦？吼，因为10几档、16档无看患者，对，患者的信任感在什么所在嘛？我看你看的时候，我看足侪患者过去吼，我离开的时差不多20-30岁。我等来做医生，佮等来就40-50岁，将来还是得糖尿病的啦。哦，糖尿病嘛肾脏病，我想按那边处理，我怎样开始吼？研究减重。研究减重，所以你有开设了减重门诊，对不对？减重门诊呢，我想讲，减重门诊减重是把目前的病把它处理掉，但是要预防那个病，或者现在已经有肾脏病要怎么处理？嘛找无账啊。我就四界吼去学一寡有诶无诶，什么中医啦、针灸啦、推拿啦吼，去甲人学这个干细胞啦吼，去看人是安怎做，较特殊遐行业吼，安那不是特殊行业，特殊的医疗上面说安怎做。对。然后我就想讲，我要来做这块。我敢若讲我当时咧送患者针头共款。我当时因为艾滋病足济嘛。对。全国无都通去处理嘛。所以我甲当时李应元、甲孙文昌院长讲，李应元秘书长，我讲吼，上针头嘛，想卖嘛安尼尔。最坏也是这样子嘛，就算看看嘛。对。所以就想说，研究一套处理肾脏的方法，最好也是这样子啊。每个较歹啊嘛。是。所以就用这个方式去研究。到底要怎么面对肾脏病对我们的挑战？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疾病，基本上人类差不多80亿人口，10亿是肾脏病，但没有人会处理。对，哇，所以其实这个肾脏病的这个状况其实不只是台湾，全世界呢都是愈来愈严重哦。好，那我们知道讲院长呢已经有研发出一套就是免洗肾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哇，那到底是什么方法我其实我也很好奇，虽然我看过书，但是我还不是很了解。我待会要好好访问院长。好，不过院长咱一开始要来讲到这个方法的时候，咱先和观众朋友了解讲，咱的肾脏、咱的药剂它的功能有哪些？然后到底什么肾脏，然后会产生什么病？我们一步一步来。一开始我们先来讲，好，肾脏位在什么地方？好，药剂其实咱下底腰部这是腰啦，对腰。药剂是伫顶管。较靠近肋骨的所在不是脚对，所以这个患者甲我讲，伊这个下背疼，我的腰肌的疼，不是，是顶管，是肋骨下面。肋骨下面那个叫做肾脏。肋骨下面这边。对，这是腰部啦。是。大家拢说腰肌功率加起啦，其实是腰部，腰部是腰部这个所在，腰椎嘛。腰椎。咱颈椎、胸椎嘛差不多是胸椎跟腰椎中间，你肋骨这个所在是腰肌里的所在。对啊，你讲起腰肌，咱腰肌大概是什么样的构造？有什么构造跟我们其他的肉什么都不一样？它不太一样，它有几个构造。我们肾脏内底有一个肾皮质。搁一个肾水质，内底有一个集尿管，尿管出来对外口到输尿管，这边膀胱尿道，那小便出去，它是个排泄的器官排泄器官，那它功能非常复杂，它是仅次于脑部的功能，所以它很复杂，它的每天的一个运作量是很高。咱差不多心中的血有1/4是打到肾脏。血也会到肾脏。它打到肾脏里面，它供应肾脏本身的功能，还有它的排泄功能嘛。伊的功能主要是排泄咱身躯无爱的毒素啦。另外伊会当制造这个红血球生成素。互咱骨头咱骨髓要制造血，咱的血是骨髓制造嘛。必须有个红血球生成素，那是你腰肌内底，它制造出来刺激骨髓才能够制造红血球嘛。同时它会制造维他命 D。它排毒之外还会制造维他命 D， 它也是荷尔蒙器官维他命 D 是一种荷尔蒙嘛。然后它也是一个造血的器官所以你若患者若是腰肌无好型，边几个问题，第二个贫血。第一尿身上的毒素会减加。对。咱人身上毒素97种，97种毒素伊会减加。然后呢，就是维他命 D 维他命 D 也制造，那维他命 D 制造不够，也产生骨质疏松。骨头会怕骨的对啊。所以它功能有很多，非常复杂。对人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上主要伊是排泄这个毒素，
主要打毒素，然后它制造红血球，然后它再制造维他命 D，让骨质不会疏松。对，所以其实肾脏真的对人体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对。那如果说是这个慢性肾衰竭，到底是什么？它因为我们按照它的功能啊，就是讲也肾丝球过滤率，也高低正常是要100以上的，如果100到90就属于第一期了，对，90到60是属于第2期，60到30属于第3期，是，30到15是属于第4期，15以下属于第5期。当中用肾丝球过滤率这标准来做这个。肾丝球过滤是用肌酸酐，它有一个公式的计算，所以你若去医生馆来讲去检验所，对，给你抽一个血，就会当知影讲你第几期儿疾病啊？对，都会看到肾丝球过滤率，还有肌酐酸，那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哦，就可以看得出来。肾丝过滤就是讲身上过滤毒素的比例啦，要100以上才算正常嘛，100到90就是第1期嘛。他这样算的，对。普通它大部分都是在第3期之后就特别要注意，因为第三期要掉到第2期，其实也有时候很快。第4期掉到第5期也是很快。也很快。对。好像通常我们是不是1到3期都自己本身不太有什么症状？它甚至到第5期都没有症状。都没有症状的。它等于是个哑巴器官，它不是沉默器官，是哑巴器官。哑巴器官。它直到第5期之后要洗肾，很多人都是一抽血就知道要洗肾了。哦。也干渴嘛。也窜啦，会戆啦，贫血最严重啦。而且抽你药剂呢，加点败，就马上要进入抽血的，就洗肾的状态。所以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第5期了。不然初期完全都没什么症状。初期除了抽血以外都没有症状。都没有症状。所以你身上有没有我不知道，看不出来。我最近刚有抽血，我的肾丝球过滤率跟那个肌酐酸都是正常。那就正常。那就正常，所以就要看这2个指标就对了。对，看这个正常。看这指标。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检验的5口诀呀？5口诀，它就是第一个是你有贫血嘛，贫血。第一个是你有水泡，有尿尿。尿尿会有泡泡。对。然后你有高血压。高血压没有。对，然后有疲倦。疲倦，还有一个是脚会水肿。脚会水肿。对，就肿嘛脚会水肿。然后你有贫血。那你有高血压。然后你小便有泡泡，还有人很容易疲倦，因为你贫血啊，很容易疲倦啊。对啊。所以这5个都要有才算成立吗？不是，是其中一个就要注意了。有时候甚至于只有一个，有时候甚至于都没有，就是抽血就那是典型，但是很多未典型。对。所以今天早上有个病人来给我看，他是从屏东来给我看，他说他什么都好，也没有蛋白尿，也没有脚肿，血压也不高，而且呢不会疲倦，就是第5期了。哇！到第5期了。那这样子，他检验出来真的吓到他吓到啊！本来没怎样，突然间就说我爱洗药剂啊那样。伊也未洗，讲啦，医生讲，伊若无处理，才14点多哈。我说那我们就来嘛，我们就把他拉上来嘛。是。对，拉上来。所以他有时候这个症状是仅供参考，基本上是要抽血为准的。抽血就是检验那个肌酸酐。对，肾丝球过滤率、肌酸酐，这2个抽血才准啊。那个东西当做几期分期的标准。分期的标准。对，那甚至我们在治疗当中，我个人知道，我会把第5期分作5A、5B、5C。还可以分3个。5A 就是15到10，5B 是10到6，10到5。10到5。那5C 是5以下。5到0的。对，大概5以下，我们就是用维持疗法，让它不要掉下去。因为那个东西你要拉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你几乎剩下100个细胞，剩下5个而已嘛。那我们是让那5个把它活过来，让它再行使它的功能。那但是即使它比如说我增加40%，是只有到7嘛。是。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5以下就准备是维持，让你不要掉下来。那刚院长你讲到说，其实有的人到第5期，他还不一定要塞耳机，对不对？对。那我们需要洗肾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才需要洗肾？它有症状哈，比如说你现在毒素，我们是看各个器官对毒素的容忍度了哈。比如说他有些人的器官，他对毒素比较敏感，他毒素不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会喘。肺部积水，或者心包膜积水，有些人甚至于毒素不多，会开始贫血，他会觉得人很疲倦的拱拱，有些会想吐，那些就会皮肤会很痒，每个人症状都不太一样。像有些人即使肾功能，我那边有几个肾功能剩下4而已他还是没有症状。还是没症状？没症状，
那可是他没症状的话，然后又没有处理，他会后面会怎样？他就是如果再下跌的话，他就会有症状了。就会哦。对对，再下跌，变成对他没有症状，越来越恶化到有症状。他已经身上已经跟那种毒素已经处在一种一种长期一种状态里面。就他已经习惯就对了。我刚说过那个唐老鸭嘛，他年纪会增加，所以他毒素会一直往上攀升啊。是。那有一天等到他没有办法攀升了，等他们受不了就开始要去洗肾了，就爆发出来了。对。所以他的学问是蛮深的。我大概看了将近这个病态看了将近3年。那我们看到很多奇迹。目前我那边有美国的朋友来给我看，还有加拿大，还有英国，都从外国来，还有哥斯达黎加，还有最近有香港的来看。是，对，哇，因为全世界其实这个肾脏的问题很多啦，都束手无策嘛。对，大家都觉得这个真的是到最后搞到可能就是得洗肾啊，不然就是要肾脏移植等等的。哇，那如果听到说可以不用洗肾的方法，那大家可能都会想要来试一试啊，对不对？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一开始都是用我来试看嘛，试看嘛，反正保卫都不好啊嘛。对啊，不知道搞。你老公那好个家伙啊。得道谢好。对，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彰化来嘛，那是桃园一个朋友告诉他，他那个朋友是在医学中心看病嘛，是看了5年，剩下40几降到20几嘛，那我那边半年我把他拉到40几嘛，他跟他的朋友讲，他朋友从台中来给我看，从彰化来给我看了，那朋友从40几我跟他拉到60几啊，哇，4个月拉到60几，那朋友再介绍他朋友来。其实基本上我是很少广告了哈，你看我的大概就在脸书上面写，我不像很多像拍 YouTube 什么的，但是那边病人已经有点，像今天早上看的差不多50几个病人嘛。一个早上要看50几个。对，那因为我每个都解释很详细，是告诉他们怎么运动、怎么饮食、怎么休息，那个都有方法。那个都有方，那个东西运动可以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那个都有方法。那这个是我自己这3年里面非常用心在这一块。对。那也得到很好的成就。很多病人我们回头给他看，来到那边治疗2年了。对。那有一个病人他告诉我说，他在高雄某一家医院，不讲哪一家医院了。他1年半前来给我看是剩下19嘛。19。那个医师告诉他说，你可能在明年就要洗肾了。结果他的这边看了1年半，现在是31。30哇！31拉到31嘛哈。他现在每个月都在保养1次。那他跟我说，他当时有一位医师，也是病人，也是19。那医师已经瘻管做好准备洗肾了。他不用洗，他洗了。是。所以1年半之后就发现很大的差别。2个的差别不一样。对，但是很多医师都认为说肾功能不可能逆转。我在这边要郑重。用这个双子星的频道告诉你，绝对可以逆转，绝对可以逆转。对，真的，大家都觉得说有机没办法，不是说有机移植肾脏，现在有办法让它逆转。你若讲不相信，你来我的诊所唔免挂号啦，你坐到遐听患者安尼讲就好啊。就是听那些见证嘛。对，有一个印度的人有一个印度台湾人，他要把我技术引到印度嘛。他在我诊所坐了3个钟头，是，他都不讲话坐上，然后他都听病人怎么讲，然后最后告诉我说他是从印度来的，然后他跟我说，我刚听了，其实他们怕说乱讲的嘛，就病人都在那边讲说，他有效，他就跟我谈说如何到印度嘛，那我认为印度那个比较复杂，我就不想过去。对。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你就要到我诊所里面，就在那边都不要挂号，就听他们听他怎么讲就好了。听看怎么讲。对，听他怎么讲就好了。我还这里面其实就是我们院长有出了一本书啦那这本书里面我已经全部都读完了，它有案例然后案例里面是肾功能逆转、血管年龄也会逆转的个案分享。哇，那我看完了之后呢，觉得说，这一定都是实际的数据，不可能乱编的，对，不可能乱讲的因为医师啊，然后之前做过副市长啊，当然知道说这种有些话是不能乱讲的，这个写在书上全部都是证据嘛，对不对？好，那里面很多的个案，那我就有稍微研究了一下啦那我发现说，其实就是我比较好奇是之前还有人曾经去检举过，对不对？对，那个检举到卫福部。
因为他们不相信，对不对？陈时中当部长，因为他的肾脏科医师说准备告我了，他说我乱讲，结果那个院长那个部长就下到卫生局嘛，到那边一看，你都有进步，对啊。对呀，对，就不是假的，这真的，又不是我检验的，是你可以在你诊所检验里面，在你本来医院检验都没有关系，对，同步会进步了，对，好，只是那标准不太一样，因为仪器不一样嘛，所以我当时就经过这个他经过这个检验，他也来查过了，你就是进步啊，对，就进步啊，这个数据也不能造假嘛。对啊，对啊，所以他们就是认为说，怎么可能让肾脏那个功能逆转？所以他就很怀疑说，是不是乱用什么奇怪的疗法，所以跑去检举。没有，他的药物都检查过，对，都是合法的药物。然后我的所有的仪器，我是用物理跟化学治疗哈，还有中西医放在一起，也不是西医中医，就是一些健康食品把它放在一起。对，那结果得到很好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常觉得人是带有使命嘛，为什么不让我去走政治界？可能就是要回来我做这一块。对，那很多问题我当时在不得其解的时候，就晚上自然会有灵感跑出来。你给他加什么药，加什么药，加什么药，他就会进步。是，对，所以觉得很神奇啊，我觉得做得很快乐啊。对，你每天看到那么多的病人来跟我感谢。像今天早上就是有一个，他本来在高雄医院高雄某一家医院地区医院。准备要洗了，剩下11嘛。医师告诉他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他这个女孩子来给我看的时候，跟她老公一起来，就很不高兴。她看到我就说：“你们医师都叫我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吃。”我说：“那你喜欢吃什么？吃面。”我说：“那你吃面，那为什么不能吃面呢？你现在磷离子正常啊，你就给他吃面啊。”真的吗？我说：“对啊。”他回去的时候，你看我就可以吃，跟他老公说可以吃面嘛，他就吃面了。吃面完之后，他就来给我看磷离子正常，然后肾功能就节节上升。现在18，然后人就胖起来。来都以前都在哭，现在都在笑。今天早上来就很高兴啊，他说：“我让他看到希望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回头来看病人的生活品质是很重要。对，所以那边很多病人本来都已经在洗肾洗3次了，现在都已经变成是洗2次或者洗1次了，有在减少。它减少，有些甚至于不用洗。就是看完之后变成不用洗。它变成就肾功能提高了，就不用洗了。对呀，我一个病人，然后那边已经2、3年，他来的时候坐轮椅进来了，一个40几岁年轻人坐轮椅，然后我跟他讲说。我看他状况很不好，那时候我说不要看，那妈妈掉下来，你就说严医师，你救我孩子吧，他才这么年轻就洗肾了。对啊，我说好嘛，那我们就来看看。结果做1个月之后，那边医师跟他讲说，你可以1个礼拜洗2次。那再做1个月之后的话，你可以1个礼拜洗1次，然后再1个月之后，那医师跟他讲说，你不用洗了。不用洗了。那到目前已经2、3年了，他们都不用洗。对，我们有病人这样子哦。对。还有一个。七股公所的那个科长，也是本来在洗的，现在是不用洗，也是在我那边追踪2、3年了，他肾功能一直都在高档，都不用洗。对，好，那要请教院长，可能观众朋友会好奇的是说，你讲到的有化学、物理，对，然后中西医，然后在一些保健食品等等，然后可能饮食需要控制吗？饮食需要控制，我们会饮食会对你在讲，你问很多问题啊，那我一一回答了。是，我那边几个疗法是一个是我们因为。我们发现肾细胞要再生它必须几个因素了。第一个是过去我们都把那个血液抽出来嘛，对，在外面培养干细胞嘛，然后再打回去。是，那个第一个是很贵，大概3针就要100多万。那我认为这个不是我希望的，对，而且一般人可能没办法。我去查过那个日本的资料，基本上是无效的。无效的。对，今天早上有一个病人给我看，他打过，他是在中西区。结果他在洗肾了，一个40几岁的妇女是在洗肾，他说他打过干细胞100多万是无效，无效。但是我跟他讲说，那我就是让干细胞，我不抽出来，我就提供干细胞所需要的东西到你身上，那我想他需要哪些血液嘛，水分嘛，对，养分是，还有氧气，水，还有能量，还要改善你的体质，因为你现在。你现在肾脏不好，酸性体质嘛，对，就像鱼，你在水里面水不好，鱼怎么长大，肯定都会死掉啊。所以你要改善它体质嘛，把它酸性变碱性体质嘛，然后我再用压缩原理，2条腿压缩，然后把血液里面的我们腿是第2心脏嘛，把血液里面腿在血液里在腿的血液里面把它压回到心脏，再到肾脏，
让肾脏的血流量能够增加。哦，所以就是把腿部加压就对了。对对对，然后用一个雷射静脉，然后刺激红血球携带更多氧气。哦。然后红血球刺激那个雷射静脉刺激你的粒线体，是产生更多能量。那我再加一个燃烧粒线体的东西进去。然后呢，我再打点滴，提供你的养分。养分还有你的水分，是，还有改善你的体质嘛。哦。然后再喝一瓶健康食品，让毒素可以排出来。是，所以那个健康食品大概是怎样？它可以排毒吗？它可以排毒。就是可以排毒。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边就得到很好的成效，因为这是我自己想的方法，那就有效啊。那当然这个没有办法证实，为什么没有抽干细胞啊？对对，那干细胞就是另外一回事嘛。对。那我目前对那些治疗，我们当然不可能100%，它85%是有效了。没效的病人在准备打算说要给他测量他的干细胞是不是不够。你不够，当然我就没有办法刺激起嘛。那不够要怎么样把它补充够？那个就是另外一门学问嘛。目前是我在做这方面努力。哦，是，所以这样初步听起来，我大概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院长呢，他就是从这个人最基本的，你要健康，有肌爱喝，就是你包括血呀、血液呀、水分啊、养分啊，还有你自己的体质。调养、氧气都非常的重要。那你就是说，为什么人体缺乏这些，你就想办法让人体有这些东西之后，对，哇，那它就会肾脏就会健康起来。对啊，所以是这样的原理。对啊，同时我在想说，这样子是不是能够用在整个预防老化？你看我不像70岁吧？不像啊，不像啦，不像啊，真的不像。你怎么跟之前看起来都差不多？跟10几年前我认识你应该是说更年轻了。哎，也对对，应该说更年轻。没错没错，真的。哇！因为我都做保养，我每个礼拜都做一次。哦。对，每个礼拜我都礼拜2下午。保养起来也会让人整个看起来就是身体也记贺啊，然后血管也好了。对啊。然后就是人也会变年轻。变年轻啊！你现在整个血管不硬化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就会好嘛。所以我每个礼拜2我是礼拜2看到下午5点半嘛。那我就5点半以后是我的自己保养时间。哦，自己保养的时间。我就自己叫护理人员帮我打针，然后帮我压缩大腿，然后帮我打点滴。是。嘿。那你像你自己本身的肾脏应该是正常的。我正常啊。正常的也要就是如果正常人的话，也可以这样保养吗？我是保养我的其他地方啊。哦，保养其他地方。对呀。所以这一套就是不只对肾脏好，对其他地方也很好。所以现在很多病人都在我那边做嘛。保养血管的越来越多。最近台南市有一天都来了6、7个人，他们就要保养血管。预防中风嘛。预防心肌梗塞啊，心肌梗塞，对，预防心肌梗塞嘛。因为我看到你这本书里面写的案例呀，它有些就是说有三高啦，毛肝的方面的问题，个有的就是肺也有问题，就是多重疾病就对了，然后包括耳剂有问题，结果就是透过你的疗法。结果它不只说耳剂可以逆转肾，血管都对血管逆转肾，然后其他比如说它的肝啊、它的肺的那些病也都有减轻，对不对？对，没错。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想要这方面继续在发展，比如说测定你的干细胞，那干细胞怎么把它提升，这都未来的目标嘛。怎么用比较平价的，不要说3针100万啦。那个东西没有几个人吃，没几个人能做啊，3针100万。对，所以我现在一直打算说把那个价格把它压低嘛，让能够造福更多人嘛。有甚至于干细胞公司找我要合作，是要说我说不要，我说你无效啊，他说你有效啊，我有效，我不能这样子啊，我100万可以让病人做好几年的啊。那透过他们的话，可能价钱哇吓死人。对啊，吓死人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不要。我坚持说这个我不要，是你即使有效我也不要。对，那这样子讲到说，可能观众朋友会想知道啦哈，就是说我们不要说那个干细胞那个处理3次100万，对，那在你们诊所不可能这种价钱，但是就是一般健保也没有给付嘛，一般健保不给付，不给付。对，人家有一个病人他是洗肾的病人，在我那边双胞胎嘛，结果他本身就是一个在洗肾，一个没有在洗。那个在洗肾那个来我这边治疗1个月之后，就变成洗2次。3次变2次。再变2次，然后他哥哥没有在洗嘛，从第5期变第4期嘛，他们就写信到卫福部，跟他讲说，
原因是这个是有限，应该列入健保给付了。就会部就回他，必须到医学中心正式提出来才可以。哦，要到医学中心。那我不是医学中心啊。要由医学中心去提的数据。的数据。但是医学中心目前对这一块很排斥。很多成大的医师把我视为是很奇怪的人。他们排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认为肾功能不可能逆转。他们还是坚持那个概念，就是肾功能不可能逆转。甚至有些医师知道病人在这个地方看，就不帮他看。那虽然他的数据也是在进步，但他们就认为说是他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哦，对啊，因为我知道，我从你这本书里面看到你有一些案例啊，里面就是讲到说，有些病人呢，他来你这边看，然后他同时也是在医学中心级的医院继续看诊，没有停哦，没有停，两边同时看，然后结果做出来的数据，他真的是。两边都进步嘛，进步了嘛？他认为是他那边的功劳嘛，所以他认为是他的功劳。但是病人很清楚，病人觉得呢？病人很清楚说，因为你那边看好久了，就是都一样，都即使往下跌嘛，一直跌。那找原因是这个地方往上攀升，病人最清楚了。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从桃园来，他是旅行社的大老板，他在医学中心看，从40几也是降到20几嘛，然后那边看了2个月之后拉到30几，那个他回去跟他太太讲说，是严医师的功劳，不是医学中心的功劳。所以我们这边很有自信讲说，我们是绝对让你逆转的比例非常高，差不多7、8成是可以让你逆转。是，对，所以病人其实最清楚啦，就刚讲的那个他可能同时两边都看，但是呢，现在就是医学中心还是认为说你的疗法可能就是不是他们能接受，他们说怎么可能可以逆转肾呢？对，但是实际上从你这么多的案例，现在看到目前为止案例有多少？哇，好几百个啦，好几百个。对，像今天早上就3个新病人来啊。就有3个，一直都有新病人。对，每个诊次都有新病人啊。就是大家都是觉得，效果蛮好的，所以他们都因为报人来，报人来。对啊，要不然现在这个肾脏有问题的人那么多。对，讲到这个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会被人家说是洗肾王国？台湾有几个，一个是台湾肾脏病，我先讲，它那个是哑巴器官嘛，对，它没有症状嘛。那台湾因为台湾的人就是糖尿病越来越多嘛，高血压越来越多嘛，然后年纪越来越大。对。那另外是这个洗肾的病人在台湾洗肾是不用钱的，所以有些是医疗过度。就是他就说你基本上是还不用去洗。就跑去就医生就帮你洗下去了，就洗下去了，哇，真的浪费健保哎。对，而且最主要是影响生活品质。对，所以我们现在跟病人讲说，你已经在洗肾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洗肾是不错的，比如说你现在花钱1个礼拜洗3次，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困扰，你就继续去洗吧，这不用钱嘛。一般洗肾就是1个礼拜一定要洗3天嘛，都洗3天，都洗3天。对，但是我们那边很多病人都是要洗2天，都是慢慢减少就对，或者不用洗的。所以我跟他讲说，如果你发现说这个洗肾对你来讲是还不错，你就去洗。如果你想改变的话，你觉得洗得很痛苦，或者说你没有时间洗的话，对，你就来我这个地方试试看。甚至有些病人，像说腹膜透析的病人，对，他出门都还要带水包出去嘛。我们那边治疗完之后都不用带水包了。他就白天出去就不用，就晚上回来再洗就好了。晚上回来再洗。他等于说晚上回来洗之后，白天还要带水包出去换嘛。那我们那边就不用了，就是你治疗完之后，就是你都不用带水包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1个礼拜让你一天是不用洗的，你可以出去过夜没关系。那个炸鸡出去过夜的对啊。我们知道说洗肾有分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那这2个的差异大概是什么？腹膜透析是从腹膜里面利用腹膜的腹腔里面有些膜嘛对，它的一种渗透的关系，然后把毒素弄出来，弄到腹膜液里面，然后再抽出来。所以这个病人可以自己做，他自己可以自己做，对，那血液透析是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因为它有侵入性，然后他要先做瘘管，还有仪器。对，那一般来讲，腹膜透析的病人如果到最后没有保养的话，大部分都在走向血液透析。因为腹膜它会硬化嘛，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高浓度的东西是对腹膜来讲是一种刺激了。那久了就变成是一种硬化，它会帮它硬化，硬化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行使交换毒素了。或者甚至有时候是腹膜炎。所以变成是它就回到血液透析。那国外大部分一开始都是先腹膜透析，台湾都是血液透析比较多了。而且他们都是以一天1个礼拜洗3次嘛。礼拜3次，因为他医院好安排了，1个礼拜刚好礼拜天扣掉6天嘛。
对，所以他这个时段只要安排2个病人就可以了。是哇，可是13这和26个真的除了说浪费这个钱以外哦，对自己，比如说你生一天，活品质，对啊，你一个礼拜要去跑3天的医院呢，对哇，你要很有时间，而且其实在做这个的时候，身体也是会不舒服。因为他洗肾的过程当中，他不是把毒素洗掉嘛，营养素也洗掉了。哦，所以洗肾的病人他所以你看到黑黑的有没有？营养不够，然后容易贫血，对，有时候就是洗营养掉不良，把营养素也洗掉了。哦，营养素，它那个很多营养素溶解在水里面嘛，是，它把它洗掉了。对啊。哇，那讲到这个，其实肾脏病哦，所以这么多人在洗肾呐，哈。好，那就是其实前一阵子，你说你刚好回去重新营业的时候，遇到 COVID-19， 对不对？那其实这个 COVID-19 的疫情确诊后呢，对我们的肾脏病人是不是影响很大？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其实我在3年前都发现说哈，3、4、5期的病人，还没有在洗肾的，就不太适合去打疫苗。就不适合打疫苗，因为现在疫苗打下去之后产生血栓嘛，那血栓就卡在我们知道肾丝球是一种血管，卡在肾丝球上面，然后就引起肾脏衰竭。哇，所以打疫苗就是对那些肾已经不好的人来讲，他可能会肾脏衰竭。问题是得到新冠肺炎的，他还可能也是会衰竭，嘛。但你打疫苗并不能表示你不得新冠肺炎，不会得到新冠肺炎。对，那所以你打疫苗等于是双重的威胁嘛。对，像我太太，她本来是120嘛，她得到新冠肺炎之后，她不是打疫苗，是新冠肺炎才剩下80。什么？80，她打疫苗是没问题，剩下80。那目前我把她拉到90几。有些拉回来，有些拉不回来。对，很多病人，那因为我们的病人如果是肾脏正常，它都会上升嘛。那如果没有上升，我就了解说到底为什么没有上升。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就很认真去研究这个病人。是。就一问发现很多人都打疫苗。哦，问来是打疫苗的关系。疫苗蛮多的哦。疫苗蛮多的，所以我们3年前我就跟病人讲说，3、4、5期的病人，因为第5期还没有在洗肾的病人，就不要去打疫苗。但是政府是规定通通都要打。对，那时候都要打。对啊，像我们医生都要打，医生不打还不能到医院里面上班的。对。因为那个疫苗是还没有经过，就是那种疫苗，其他都不会，因为那还没有经过很完整的实验呢。对，因为他马上冲出上阵嘛。就引起很多不幸的事情。是。对。哇，所以如果说打那个流感疫苗或者是什么肺炎链球菌之类，那个都不会。哇，只有 COVID-19 的疫苗。对，因为它没有像最近带状疱疹疫苗新的出来，它要经过15年的研究。15年呢？15年研究对啊。对啊，那你说新冠肺炎那个东西没有经过研究就打下去了，才多久而已？对啊，才几个月就打下去了。所以就产生那个慢性肾衰竭，很多血栓症嘛。因为它打下去也是一种类似病毒的东西啊，那身上就有时候反应嘛。反应之后发现这个很多细胞激素风暴，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产生很多的过度反应，就影响到肾脏嘛。对，好，那我们讲到说肾脏跟这个血管哦，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对，那我们在你们诊所这样子的一个疗法，它对于这个我们的血管可以让它更年轻，对，它大概是怎么做法？我们也是类似肾脏这一块一样，但是我们不吃药。不吃药。我们就是压缩。也是脚压缩点滴，还有雷射静脉。雷射静脉它是怎么做的？它等于说是打一个针在身上里面，对，然后雷射光从里面打到你全身在跑。有雷射光会跑。对啊，雷射光因为它很细，是一般的药像说小血管，比如说你耳鸣，耳鸣之后你一般的药物是没有办法到神经里面的血管，但雷射静脉可以，它对耳鸣也是很有效果。对耳鸣。对你耳鸣，一直记到你困不去，我那注注的好的改善加这样。那像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啊？其他副作用很少了，很少。我们看到的副作用，目前好像没有听到。还没有听到？对，没有听到。只是会躺1个钟头而已啦。会躺1个钟头。所以基本上目前这样子的疗法的话，其实就是有去过的，大家的反应都是，真的是成效都是成绩都很好。对，早上有一个病人家里的一个老人，他本来是血管硬度是2000多嘛，然后那边治疗1个月变成1600多，2000多，他很高兴，2000多就是越硬的话心肌梗塞跟中风的风险越大嘛。
哦，那我们把它拉回来，拉到1000。越高的话越危险。越危险，对，越硬越危险。是，对，所以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就是不要那么硬，那么没有弹性的那种，很容易堵塞。我们让它有弹性啊，恢复弹性嘛。我那边目前可以说专门在处理这个血管方面的东西。方面的硬化，预防中风、心肌梗塞，还有预防你的肾衰竭。那未来可能会走向干细胞，可能就是处理癌症那一方面。未来的目标，处理癌症怎么样？干细胞让你复活，然后怎么样让你的杀手细胞功能增强？还有未来可能走向怎么样预防失智啦，预防心肌那个阿兹海默症啦，或者帕金森病这一方面的。哇。对啊，所以我觉得院长你回去这样执医的话，真的造福更多人，因为你可以很用心的去研究，对，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很有研究的精神。人类100年之后，如果不可能说永远只在洗肾的阶段嘛，一定要有些突破。我也很荣幸能够做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嘛，对啊，像目前看起来，因为很多规则都是我在定的。我自己要定规则，我那个很痛苦，要自己定规则。因为碰到困难，你要怎么样克服它？是，所以说一路走过来，走过很多门槛。然后自己定了一套规则。那目前整个治疗都是很成熟了。但未来要更成熟，就是要治疗干细胞这一块。比如说我现在把你拉不回来，是不是你干细胞缺乏？那是不是能够用比较平价的方法把你干细胞拉上来？让你肾功能把它回升。是，对。所以你这一套疗法还陆续的在进步啊，在进步。对，我每一年都不一样呢，像去年跟今年就不一样呢。对啊，就是你看的这个患者越多，然后从他们身上，就是也是类似有点说，看到他们的反应如何，有些人成效很好，有些人可能到底是哪一点不对，然后你就会从那一个点再去找出原因。对，对，那没有人告诉我要怎么处理嘛，找不到资料啊。找不到资料啊，是，对呀，哇，所以那些病患其实也等于说也有协助你在这一块，对不对？我很感谢他们呐，感谢他们协助我这一块，因为很多人都是从北部啦、台北，甚至于从花莲、台东，还有外国。我目前大概剩下台湾就剩下马祖没有人来了，马祖，澎湖基本都有人来看过了，那国外的就是这几个国家，那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对，好，那我们就是在这些案例当中，有什么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吗？最印象深刻的是就那两对兄弟双胞胎嘛，双胞胎都是开 Uber，都开 Uber。其实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四，在我的 YouTube， 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都会分享一个 case，那两个是妈妈觉得很内疚。这两个孩子为什么一个在洗肾，一个在洗，一个是濒临洗肾边缘？为什么？对，他就很内疚，然后来说叫我能够帮忙他，然后跟我说他们经济有困难，我说没关系，我会帮你收最便宜的，好，那就来做嘛，那有缘嘛，结果做了1个月之后，这个弟弟洗肾那个弟弟，他从9本来是9嘛，就拉到好像是15吧，15，对，那他哥哥没有在一起，从13拉到21的样子，21，所以他们两个就很用心，他们认为说，这套方法很好，应该造福更多的人。我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就写信到卫福部里面去问，看能不能用健保给付嘛，我很乐意的。就他们就写信到卫福部里面，就像说我刚跟你讲的，对，就不行，他们说要医学中心，对，要医学中心嘛，那另外一个是七股的以前一个市政府的一个行政人员，他以前就我当护士长，他认识我，讲护士长，我现在一个礼拜洗3次嘞，那我不能晚上洗啊，晚上要照顾孩子啊，那白天如果常常洗的话，请假也不好啊，一个礼拜洗3次，那怎么请？他说能不能帮忙我，让我少洗啊，或者说不用洗，我说我们试试看嘛，结果记得我跟他治疗3个礼拜，因为他第4礼拜回到家里奇美医院去抽血嘛，就他回来，他说礼拜6来看病嘛，早上他进来我就叫他说，杨医师，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家里医院的医师告诉我不用洗了，4个礼拜，对，他整个脸都掉下眼泪，你知道吗？都掉下眼泪，我免洗啊呢，医师，我免洗啊呢，你在家4礼拜免洗啊呢，结果我说真的吗？我吓一跳啊。
我说真的呢，那数据都整个上来了嘛，那他就没有去洗，那目前1个月来我那边一趟，那目前已经超过2、3年了，都还是维持在高档，那还有一个阿伯啊，93岁了，93岁了，93，他跟我妈妈是同年，我妈妈同学夏阳妈妈同学，我妈妈夏阳人嘛哈，他来给我看是30几，我说阿伯啊，你这30几吼，会当用到100岁啦，伊讲无啊，干意思，人讲你做哦，你甲我尽量甲我管，伊要诱我管，我讲吼，90几岁啊，免啦，有够通去用啊啦，伊讲我都要诱我管啊，他子女都来拜托我，我在想说啊，你就这样就观察就好了，不要花那个钱啦，伊讲我都要开价的钱，我要诱管，结果拉到60几，哇，90几岁也可以拉到现在96岁。96了，现在96了，也是60，也是现在5、60了，5、60，做欢喜来甲我讲，好，你跟他行赶快了，你让他给我再管哦，他很高兴，他目前还是耳聪目明。哇，对啊，所以这也可能是他越来越长寿的原因呢，让肾脏好一点，一定有差嘛。他会觉得心理上阴影就没有了啦。对，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个阿伯啊。96岁啊，他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跟我妈妈是同学嘛，小学同学啊，我妈妈18年次嘛，是，他今年96岁了，3年前来给我分93岁嘛，是，对，所以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其实每一位我们的病患，他们的可能要接受的那个疗程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会看他的状况，比如说这位90几岁阿伯啊，我觉得你不用来打针，就吃药就好了。是那个健康，他就不用打针，对，就想说，我就是帮你，我想说拉个10几就好了，不用拉那么高，不用拉，就没想到对药的反应很好，就拉到90。人家想要高一点。对呀，我那我没有练了的喝啊，所以花的钱就花的很少。他1个月大概花了6、7千块吧。这样算很便宜。很便宜啊，阿姨的做欢喜啊呢。这是吃药吗？还是保健食品？他吃是保健食品，然后是保健食品，他就不用打点滴嘛，不用压缩。也不用打雷射静脉，所以钱就花的很少。我一直在看怎么让病人花更少的钱，得到最大的福利其实对我来讲钱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因为我孩子都长大了嘛。对。那我目前也可以退休了。我们同学都退休了，我还这么在拼，就表示说我是有责任。对。要把这一块做好。对，有责任把这一块做，因为没有人在做，就是我在做嘛。对。那台湾就是目前好像听起来是只有我会处理的。就全台湾只有你，对我也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做法。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给观众朋友，这真的是蛮神奇的啦。那当然就是我们院长他做过副市长，也得过医疗贡献奖。对，这本是在欧北来，然后人家也有去检举、去检验过了，对不对？其实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都没有。对，然后这么多数百个病患，然后他们亲身体验的结果，都觉得哇。他们真的进步很多，对，而且目前他们很多在做保养嘛，就1个月来一趟嘛，来一趟花了3000多块啊，这基本上1个月拢来一抓，做这比如拢1个月来一抓，你这不用了，就是好了以后还是继续保养，因为你年纪会越来越大，还是有可能身体的各种器官都退化，对，会退化掉嘛，然后所以就把它保养住嘛，对，不要让它掉下来，就保养让身体。像我刚刚讲那个从19到31那个就1个月来一趟啊，就来一趟，他说每个月都很高兴从高雄来，对啊，那个医师本来跟他讲你要洗肾，他讲说现在不用了，对，很多身体瘘管做好了，准备要洗了，就现在被我拉上来就不用瘘管都没有用到，哇，没关系，他还是会很开心的，他很开心啊，对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走这一条路是对的，而且也是上天要我走这一条路，那我就必须有责任了，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再传承下去。那预计差不多3年之后就要交徒弟呀，把它都完整之后，要把它做完整一点。目前还有一些是需要去研发。对，比如说现在我们给它升上来，对不对？那把它保持住嘛。对。那能不能2度提升？再提升的更高。对，比如说我现在从8把它提升到16嘛。那16也洗肾的边缘了。能不能提到20几、30几？我目前是在做这个工作了。那这个工作如果做成功之后，大概就没有洗肾的问题了，就没有洗肾的问题。对，我把它拉上来之后，又维持没有问题了哦，维持没有问题，就再拉一次，往上拉。哇，那现在就是在处理那些没效是不是用干细胞，这个是有效。那干细胞如果是有效的话，就等于干细胞拿一些没效的病人把它拉上来，就用我的疗法再维持，然后再拉上去一波。
好，所以听到这边呢，我大概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院长呢这边就是物理、化学、中西医，然后静脉雷射啦，然后现在可能还会结合干细胞等等一起来做这个疗法，还有保健食品，然后注重自己的营养。好，那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就是可以去参考看看。可以。对，你来不一定要做，你就那边听。对，先不要做，先去听你可以去听听看现场的状况，去了解一下啦。对，那现在他们讲什么话？因为我们的治疗室是 open 的嘛，不是一间一间，是很多人10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在治疗。他们就会互相聊天。会在那边聊天。对，他们就互相聊，他们分享自己的状况。对，分享自己状况，他怎么样，然后甚至别人怎么样，他们都会讲。对，所以我们那是 open 的，就说那个治疗室里面就是可以12个人在里面。真的所以其实对于不管就是什么各种病啊，或者是肾脏病这种病友，对他们来讲就是互相有一个伴，可以互相去了解说，你自己的状况怎样，互相的倾吐也是对他们的身心有帮助的。我欢迎他们互相去交谈。欢迎你来我诊所看，你如果怀疑的话，你就先不要做，你这边听看人家怎么讲。对，这是很好的见证嘛。你都要听人安怎讲，人一般治疗患者以什么款的心态，本来是偌济，因为讲本来偌济，即马治疗到边啊啦。他们都会讲。是，对。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咱其实希望讲，我们大家都不要有慢性肾衰竭嘛，大家要把这个肾脏给保养好。那平常就是你身为医师，你建议我们观众朋友平常时咱应该安怎好好保养咱的药剂。第一个是定期检查。对，半年检查一次。就抽血、验尿、超音波。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控制好你的糖尿病，你的高血压。当然，你没有办法控制年龄再往前进嘛。对呀。一定是一年一年往后退嘛那再就是你的运动，你要保持运动的习惯。要运动。对，运动习惯最好是健走，或者是我那边有一些教病人怎么样做体操。怎么样做肌力训练。怎么样做运动都有教病人，然后饮食上的控制，如果是你有的话，第一个是首先你要去验看你到底现在肾功能如何了，这最重要是这一点了。这一点，其实很好验，就是抽血验尿，然后超音波就可以了。那第二就是说你要有3高的疾病把它控制好。是。年龄的话你没有办法，所以只有让自己保持运动的习惯，还有休息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可能睡眠还是要够。那饮食方面就根据你的不同的肾脏病、不同的饮食的一个管理。所以不同的饮食方面也会不同吗？当然了，你知道说可能要低蛋白，不是低蛋白是一定要，低蛋白其实在第3期是不用低蛋白的。对，3、4期，第3期3A 不用低蛋白了，3B 以下就可能就要低蛋白。3B 以下要低。对，那1、2期根本就不用低蛋白嘛。不用低蛋白。那钾要怎么控制？你要怎么是看个人的状况，不是一视同仁。所以那边我的饮食控制就是很简单嘛，我把病人报告拿起来看，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剩下11那个妇女，她医师不准她吃面条，我说你怎么可以不？你可以吃面条啊，你磷是正常啊，因为面条是磷嘛，磷是正常，你可以吃啊，我可以吃，对啊，那我。气死了！我们看那个通用都说不能吃，结果他就吃面条，他就吃面条之后发现，他整个精神好起来。我就把饭嘛吃，他结果精神就好了，结果肾功能就回升到18。每次来都在笑，他进来也在跟我太太跟他讲说，我太太平常跟我整嘛，我说你第一次来规面傲赌，都即摆规面笑眯眯。伊讲原因是我看了希望啊，我即摆肾功能已经第4期啊。医生我们暂时解除塞药剂的威胁啊。对啊。对。因为大家都会很担心说要塞药剂那个浪费的钱跟时间。对。然后那个痛苦。对。就是这些，然后如果你找不到方法，就来诊所参考。那如果你不相信，就是在那边先听人家怎么讲。就这样就很简单了。对。哇。那没问题啊，你都来听跟他讲。像患者分享伊的经验嘛，患者逐日拢做侪患者，对，一日拢差不多40、50、50、60个伫遐咧听看嘛，你去拢规矩拢点，你听人家讲了。对，没错。那个也不能造假。没错，不能造假嘛。哇，今天很高兴访问到我们前台南市副市长，然后这个院长啦哈，你这一套新的就是我们今天首次在电视上公布给大家了解哈。那当然就是院长说你也不行，你也当然直接到现场去看然后，但是我自己研究了这些里面的案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然后再大概了解了一下，可能这个做的这个疗法，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基础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最后是不是请院长跟大家来做个结论？好，安尼
肾脏很重要哈。对。哦，那肾脏就刚说过那几个保健的方法哈。那保健也很简单啦，也很简单，就是你找到一个好的医师，好好跟他谈。那目前我做这个疗法，台湾可能只有我在做了。那来就是有缘嘛。对。那我看门诊的时间是礼拜到礼拜六早上8点12点到12点，然后礼拜2跟礼拜4的下午，礼拜2、礼拜4 2点半到5点半。是。因为每天病人都很多，所以我就不能长时间看，因为我是70岁，我要保养。所以晚上就没有再看病人。一个礼拜就8个诊次，再讲一次，就1到6的上午8点到12点。到12点。那2跟4的下午2点半到5点半。对。这样挂号都挂得进去吗？我一定帮你看完治疗完。哇，那你小姐都加班，小姐都加班，小姐都加班，对，哇，辛苦你们了。对。哇，好，谢谢这个院长来跟我们分享。到底逆转肾呢？我们肾脏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有可能呢，只要你找对方法，对不对？对。好，那方法对不对呢？我们来请教这个院长了啦哈。好，那再次呢，谢谢院长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启明星下直播底下各级段了，咱再会。